大暑到咗啦，一年最熱嘅時候，好多人白天出好多汗，夜晚又瞓得唔好，食完一碗普通嘅白飯呢，血糖又容易往上飆得好快，下晝呢仲好容易攰，身體仲會又熱又悶，冇精神。大暑濕熱交蒸，最容易傷氣，又容易傷脾胃，又想食一碗白飯，又怕血糖升得好快，怕食完又攰又悶，真係好矛盾㗎。後來我換咗呢款江南大學研發嘅多穀物配方曼陀米，佢保留住米嘅皮層同胚芽，科學嘅配比，GI 值呢只有50左右，升糖慢，飽腹感來，口感仲軟糯香滑，又唔使提前浸，照樣用電飯煲煲就得㗎啦。大暑天氣，身體特別容易攰，我哋特別需要一個穩穩嘅能量啦，又唔可以對脾胃有太大嘅負擔。呢碗曼陀米剛好幫到手喎，再配搭溫和嘅人參類產品呢，就屬於夏天嘅清補，唔燥唔膩，幫身體輕輕補咗點氣。出汗多仲唔好容易虛喎。換成呢套食法之後呢，我發覺大暑天雖然都係熱，但係我下晝唔會瞌眼瞓，血糖波動就少咗好多，肚呢冇咁容易脹，瞓又瞓得好咗，唔使極端嘅節食就可以將每一日嘅主食換成呢碗節氣嘅最佳選擇曼陀米。大暑養生係重於清穩又唔傷身，主食換得對咗呢，就真係唔一樣噶啦。如果你想試下呢款曼陀米，又唔知點煮，或唔知點樣同人參類產品配搭，或者想了解更多大暑飲食心得呢，可以留言大暑曼陀米或者私聊我可以俾一啲食法同埋真實嘅體驗分享俾你，一齊將呢個最熱嘅節氣食得更加舒服，更加穩，好唔好啊？歡迎大家留言。